我睇睇第八題選擇題啦。咁第八題選擇題咧就俾咗兩個廠商嘅資料你啦，分別係甲廠商同埋乙廠商。然後就問下你 A、B、C、D 四個選項入邊咧，邊個係為之正確嘅？咁我哋睇睇 A 呢一點啦。佢就話甲廠商被其他廠商收購嘅風險咧係較乙廠商為高喎。咁我哋睇睇啦。甲廠商咧如果要轉讓佢個擁有權嘅時候咧，係需要獲得其他股東嘅同意嘅。而乙廠商都係一樣，當佢要轉讓嗰個擁有權嘅時候咧，都係需要其他股東同意嘅。咁所以佢兩間公司都唔係公眾有限公司啦，佢哋同樣地轉讓個擁有權嘅時候咧，都要係得到其他股東嘅同意啦。咁所以大家個被收購嘅風險咧係相同嘅。咁所以呢一點就唔啱啦。B 呢一點啦。佢就話甲廠商係獨立法人，而乙廠商咧就唔係。咁我哋睇一睇啦。甲廠商咧，如果當一名東主破產嘅時候咧，甲廠商咧仍然可以存在嘅。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，甲廠商咧佢係一個獨立法人啦，係一間有限公司啦。而乙廠商就唔同啦。當一名東主破產嘅時候咧，個廠商咧係需要解散嘅。咁所以佢就唔係獨立法人啦，就唔係有限公司啦。所以呢一點咧就係啱嘅。咁而有限公司同唔係有限公司咧，要繳付嘅利得稅率咧係唔同嘅。咁所以 C 呢一點亦都係唔啱啦。D 呢一點啦，佢就話甲廠商咧係需要咧公開個財務嘅情況，而乙廠商就唔需要。咁呢點都係唔啱嘅，因為兩間公司咧都唔係公眾有限公司，都唔需要公開佢嘅財務報表嘅。咁所以呢一點咧亦都唔啱啦。